咱咧做小生意、开小食摊的头家人，即摆要请工嘛要真注意。高雄市有一个小食摊的头家，要请一个洗碗工。有一个少年咧去应征，头家讲伊要请的是欧巴桑。这个少年咧认为头家有性别的歧视，就甲录音去劳工局甲检举。结果这个头家互开一张30万的罚单。头家是将委屈去找议员来定情，才改用行政法甲罚10万。也毋过10万块对一个手面趁食头家人来讲，也是真大条的支出，真正是要哭无目屎。小食店要找人，要找洗碗的员工，一个少年查甫人起因，也毋过头家讲想要找欧巴桑，这个查甫人不满有性别的歧视，录音甲劳工局检举，小食摊的头家因为违反就业服务法，被开30万的罚单，要哭无目屎，赶紧找议员。小吃店那种小本经营的人，你要他一次就开罚30万，一奈负担不起。说这个小吃店的营业规模其实真的是很少，人数也不到5个人，所以我们利用了行政法的第8条还有第18条来做减罚。考虑民情了后，应用行政法变罚10万。另外一个被罚的案例是高雄凤山一间公司，报条顶面写讲，由于女性国较好，被罚30万。就业服务法的规定，雇主要找人，若有歧视，会使罚30万到150万。对着大企业来讲，这笔罚款可能无算什么；因为对着小本经营的人来讲，这笔罚款若罚落真正是无法度负担。人个爱罚30万啊！要撬人。劳工局表示讲，会继续甲中央劳动部反映，敢法度修法做调整，好看卖法令做小生意的人，袂互人同款。